香港電影最蓬勃嗰陣，每年賀歲檔係電影公司必爭之地。嗰陣8、9月一到，就有好多賀歲電影爭相開拍。但隨住香港電影逐漸走下坡，近年賀歲電影嘅數量一路減少。今年大年初一更加少得驚人，純港產賀歲電影最終只係得3部。相反，馬來西亞近年表現亮眼，今年有足足6部廣東話賀歲電影，每部都邀請咗香港演員同幕後人員參與。包括袁詠儀主演嘅 OMG 阿媽有喜，張繼聰嘅做個有錢人，歐陽震華同曾志偉合演嘅半斤八兩，以及蔡葉漢自導自演，朱咪咪合演嘅守護者，安排喺馬來西亞新春第一檔上映。而其中做個有錢人同半斤八兩係香港同大馬合作電影，仲會同步喺香港上映。另外，由姜浩文監製兼主演，集合孫軒、陳靜、李燦森參與嘅哈哈哈新年喜戲，係一部馬來西亞同香港合拍嘅電影。計劃喺農曆新年第2檔上映。嫁波歌手張智揚、大馬諧星朱健美、歌手黃雪晶，加埋香港藝人黃俊棠演出嘅《我是騎叻啡》，則定喺大年初9喺馬來西亞上映。有份投資阿媽有喜同做個有錢人嘅馬來西亞製作公司老闆，亦係演員嘅童斌旭透露，最近確實有好多香港團隊跑嚟大馬拍戲。佢解釋，大馬觀眾對港產電影情有獨鍾。香港藝人參與演出可以大大提升電影嘅號召力。另外，團隊嘅名額已經用盡。至於今年嘅大馬賀歲電影，邊一部最值得期待？不如先睇下預告片啦。OMG 阿媽有喜，講嘅係袁詠儀同陳鋒飾演一對結咗婚多年嘅夫婦，本嚟打算準備退休，點知竟然意外懷孕。袁詠儀飾演嘅更年期阿媽突然老蚌生珠，搞到本嚟平靜嘅家庭即刻亂晒龍。一家人齊齊展開安胎大作戰。呢個故事改編自陳鋒嘅親身經歷。幾年前佢太太因為進入更年期，經期唔穩定，懷疑可能有咗，打亂退休計劃，嚇到夫妻生活大亂。後尾先知只係虛驚一場。咩話？阿媽有咗？老蚌生珠，好肉酸噶。阿嫂啊，你就嚟更年期噶啦，個 B 陀唔陀得穩都係一個問題啊。我係身材走手都巢晒皮噶，咁啊點啫？慘得我咁大年紀仲有仔生啊？有時我覺得個天咧真係好中意整蠱人。開頭咧我都唔想生，點解要咁辛苦折磨自己又折磨大家？老婆，你想食咩啊？我去買。我想食阿森拉沙，但係呢段時間我睇到大家為個肚咁努力咁齊心，我突然間覺得原來一家人呢3個字係咁幸福。重新換個新身份，未去想我可放縱過。就到啦，頂住啊，老婆。我俾一頂。阿胖出級。你陣間講依法制。阿嫂大肚呢壇嘢咧就你講啊。會唔會唔係你㗎？電影半斤八兩由近年簽約英皇，成功轉戰大銀幕嘅歐陽震華主演，並同另一部喺農曆新年檔期上映嘅電影《做個有錢人》，由張繼聰、羅家英、吳岱融、朱咪咪同吳兆軒聯合主演。《做個有錢人》改編自真人真事，故事圍繞張繼聰飾演嘅阿華展開。阿華出身清貧，身為長子嘅佢承擔起責任，照顧父母同求學嘅弟妹，毫無怨言。為咗養家，阿華由學燒臘開始，到經營路邊雞飯檔，甚至鋌而走險販賣盜版光碟。然而，隨住環境同經濟大氣候嘅轉變，佢再次面對人生嘅難關。真係好想嫁俾個有錢人。我想嫁俾個窮鬼。我唔理你啊，我個女一定要嫁得風風光光。我啲錢去咗邊？唔知4位之前係做盛行嘅咧？收數、賣老花、車評票、會計、影音、中介。喺好多錢面前，所有原則都係廢。只要成功，不去失敗。Yes，let's go。